咁再去。而家咧就係8:20。嗱，呢度 mark 翻呢個冇嘢，呢個 mark 翻頭先平倉位嘅平倉大致係呢一度，大致喺度，應該做少少。8:30，接近8:30。嗱，波動少少嗱，如果解釋下，有時點解呢個好似好靜咁，突然波動少少？有時呢數據即係嗰個美國公佈啲乜乜數據、乜乜數據咧，有時咧一公佈咧就會市場要發一發嘅話，咁如果大家如果係做開期貨咧，有時咧美國期貨特別敏感少少㗎。點解有時會做恒生指數期貨咧？就佢冇對呢啲咁敏感嘅。但係咧，如果美國期貨即時有反應嘅，好多時如果發一發咧，有時錯嘅方向咧就會打到個止蝕位咯。所以有時點解我會示範多俾學生睇到點解要做恒生指數期貨夜晚原因就係咁樣，即係佢嗰個波動突然間受數據影響波動會係咁樣發一發嘅。咁大家留意嗰時有時會公佈幾點鐘嘅雖然有時公佈幾點鐘佢都係唔準時嘅，但係咧你要留意幾點鐘，最好就係嗰陣時咧唔好建倉咯。建咗倉如果有利潤，我早啲平咗佢咯。如果你新嘅學生，如果唔能夠掌握一個市場嗰個快上快落嗰度咧，最好就係唔做，或者係有錢賺平咗倉，或者諗辦法少少平咗倉，避開啲數據。有時啲數據你係好多時都話估到，實際係估唔到嘅。啲大會都借啲數據嚟發一發嘅，就錯一錯，上就錯，下就錯，錯一錯就錯咗啲就嗰止蝕盤去嘅。咁大家小心留意啊！咁呢個做咗第二注嘅話，咁我就睇下跟住點做。8:39。較快少少啊！較快少少先，因為呢度想創多多。停一停先，停一停先。呢個準備又入市啊！準備嘅沽盤呢個沽盤好快脆好快脆。即係我打個數水都打唔切呢度俾大家睇睇。準備沽呢個沽咗，即刻平咗，好嘛？幾分鐘之內。呢個做咗第三個，而家就係21點。呢個美股正股未開市正股未開始，我就睇下佢點走喎。9:20。9:20咧，咁呢個咧就開始有時都比較上落市嘅，因為等個正股開嗰度睇下佢嗰個